今天來測試一下普通話水平。耶穌在星期五被釘上十字架時，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天。和3天後就是復活節了，所以當我遇到不幸時，就會等待3天，這樣一切就恢復正常啦。等待3天，多麼富裕哲理的話語，多麼樂觀的生活方式。他把煩惱和痛苦拋下，沉越問在問價之間，陷入了非人的境地，和他毫不在意。他在喊鈴時，給他的表姐畫家王榮耀寫信說：這裡的合法真好啊！你越來為合法的身份喜歡讚嘆不已。這是一種粵語燈明的境界，一種廣大灑脫的胸襟，一種令人模浪從容的氣道。